所以咱来关心苏丹红的风波要持续伫咧增加。台北市卫生局表示，昨日又阁接到一个通报，表列关的兴和食品公司因生产的菜脯饼也阁有白胡椒饼，这两项产品拢有去用到同一个牌子的咸姜仔粉，而且全联嘛有咧卖。即马全联是赶紧把这些产品拢总16000包全部落市。已经下架了。卫生局人员到卖场稽查，看所有的违规产品是毋是拢落落来。因为中国混姜粉有低含物苏丹红，风波持续扩大。台中的金安记食品使用着问题的混姜粉做猪肉干加猪肉丝，卖予新北市6间业者，已经全部卖完无库存。另外，苗栗县兴和食品公司制造生产的菜脯饼加白胡椒棒原来有使用，其中菜脯饼已经流入台北市全联福利中心，卖场已经紧急落1400外包，嘛引起部分消费者的紧张。自求多福啊！买到了第一个没有问题的，吃下去没有食安的，那你就多活2年嘛。供给的是比较大的厂的话，那大的厂当然还是要注意，定期的都要做检测。苏丹红咸姜仔粉全台湾拢有，根据食药署的统计，到23为止，拢总落咸姜仔粉甲相关产品3528.3公斤。食药署除了已经对中国进口的咸姜仔粉100%突批查验，而在已经有无合格记录的业者，嘛会暂停进口3个月。中国输台的辣椒粉21家不合格的出口商及制造商，自今年2月20日起暂停受理输入查验3个月。食药署是讲，边境查验是风险管理，若发现原料有食安风险，就会调升查验比例，也鼓励业者家己送验。食药署嘛会针对后市场拢总60批原料进行调查，一定1个月来调查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